那个老太婆必须把房子交出来。这是我媳妇的声音。而最让我心寒的是，我那2个亲生儿子竟然都同意了。我叫陈秀英，今年67岁。那天下午，天气异常闷热，我在成衣厂的缝纫机前踩了半天，突然觉得一阵心悸，头晕目眩。我这才猛然想起，早上出门太急，忘了带那包降血压的药。我跟王领班告了个假，说身体有些不舒服，得中途回家一趟。领班体谅我这把年纪还在盼，挥挥手就让我走了。我骑着那台陪我20年的旧摩托车，一路顶着热风往家里赶。到了家门口，我才刚把钥匙插进锁孔，还没转动，就听到客厅里传来了声音。我愣住了，这个时间谁会在家？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那是我大媳妇黄淑芬的声音。她平常总是温温柔柔、客客气气的，但此刻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我从未听过的尖锐和不耐烦。她像是在跟谁讲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断断续续的字句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妈，你就放心啦，都准备好了。谁娘？哎呀，我跟你说，那个老太婆。她顿了一下，我清楚地听到她冷冷地吐出了我的名字，陈秀英。她这次必须把房子交出来，她没得选。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老太婆，她平常总是妈妈妈妈叫得那么甜，甜得像抹了蜜。我抓着门把的手开始控，止不住的发抖。钥匙在锁孔里发出轻微的咔啦声，客厅里的声音停了几秒，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没事，刚才好像有什么声音。淑芬的声音又响起，她似乎走动了几步，声音更清晰了。我跟你说，建豪跟建伟都已经同意了。轰！我的脑子像被雷击中一样，嗡嗡作响。建豪，我的大儿子，淑芬的丈夫；建伟，我的小儿子，那个曾经最贴心、最会保护妈妈的建伟。他们都同意了。我跟他们说，这才公平嘛，这么多年，我们照顾他也够久了。他把房子给我们，让我全家大小住得舒服一点，也是应该的。照顾？我的心一阵抽痛。我什么时候需要他照顾了？对，爸跟几个舅舅那边都说好了，随时可以搬过来。这栋透天厝这么大，他一个人住也是浪小于 B 大于小于 strong 大于小于 strong 大于小于 B 大于废。哼，如果他到时候不乐意，不肯交出来。淑芬的声音里带住一丝冷笑。那也简单，直接送他去安养中心算了，他那个角色早就该结束了。安养中心，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插进我的心窝。我再也站不住，扶住冰冷的铁门，只觉得天旋地转。高血压的药，我现在需要的恐怕不是药了。这是我陈秀英用30年的血汗换来的家。30年前，我先生陈先生抛下我们母子3人，一声不响地走了。那时建豪才5岁，建伟还抱在我怀里。我一个女人，白天在成衣厂一天踩10几个小时的缝纫机，晚上回家还得接那些家庭代工的零活，周末天还没亮就得推着车去早市卖包子、卖豆浆。我不敢病，不敢倒，更不敢哭。我把所有的眼泪都吞进肚子里，换成一砖一瓦，盖起了这栋房子。我还记得淑芬刚嫁给建豪的时候，嘴有多甜。她生病了，我亲手炖鸡汤给她补身子，她跟我说手头紧，我二话不说，把存了半年的私房钱拿给她。我以为我多了一个女儿，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以为的嘘寒问暖，其实是步步算计。我以为的家庭和乐，不过是他们在等待我结束角色的序曲。我慢慢的，
无声地把钥匙从锁孔里拔了出来。我没有进门，我转过身，扶着墙，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骑上摩托车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成衣厂的。我只知道缝纫机的哒哒声，一整个下午都盖不过我心里那个冰冷的声音。送他去安养中心算了，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他们策划了完美的夺房养老院计划，但他们不知道，他全都听见了。点击订阅，看他们的计划如何一步步瓦解。那天下午，我在成衣厂里坐立难安，缝纫机的哒哒声，旁福都在嘲笑我的软弱。我强撑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刻意绕了点路，买了点水果。我得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下班的母亲。心里的那股风暴，我暂时压了下去。我知道，从我拔出钥匙的那一刻起，这场戏就得由我来演。我打开门，客厅的灯亮着。黄淑芬正翘着腿在沙发上看电视，桌上摆着吃剩的零食。她看到我，立刻露出那副标准的媳妇笑容，甜得发腻。哎呀，妈，您回来啦，今天比较晚哦。我若无其事地换上拖鞋，把水果放到餐桌上。今天厂里赶货。你吃过了吗？还没呢。等建豪回来一起吃。他站起身，殷勤地接过我手上的包包。妈，您坐，我去给您倒杯茶。您看起来好累的样子。我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这张沙发还是我10年前亲手挑的布料，自己做的沙发套。淑芬很快端来一杯热茶，然后顺势坐在我对面，那双眼睛骨碌碌地转住。庞福在评估我这张脸。妈，他开口了，声音放得又轻又软。我跟建豪这几天一直在聊您的事。我端起茶杯，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我们在想，您都67岁了，一个人管这么大，一动透天错，实在太累了。您看您，每天还要爬上爬下打扫，又要顾住您那间小修改室，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他说着，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担忧。所以呢，我们在想，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更小了，不如我们全家搬回来住。我们搬回来就可以就近照顾您啦。您以后什么都不用操心，买菜、煮饭、打扫，我跟建豪全包了。您呢，就专心享福，每天含饴弄孙，陪陪浩然，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听住他说的天花乱坠，心里却冷笑。照顾，我记得清清楚楚，建豪刚结婚那2年，他们夫妻俩就住在这里。我这个做婆婆的，体谅他们年轻人刚起步，没跟他们收房租，只跟淑芬说，大家都是一家人，你1个月帮忙贴个2000块新台币，当做菜钱跟水电补贴就好。结果呢，他住了整整2年，那笔钱我见他拿出来的次数，10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每次我问起，他不是说这个月置装费花多了，就是说朋友喜酒包了个大红包，叫他帮忙扫个地、拖个地，他就喊腰酸背痛，请他陪我去医院拿个高血压的药，他就说跟朋友早就约好了。现在他说要照顾我。我放下茶杯，抬起头，淡淡的说，你们有这份心很好，不过我一个人住习惯了。淑芬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哎呀，妈，习惯是可以改的吗？您就是太独立了，都不肯麻烦我们。您先想想看，不要急住拒绝了。我没再接话。接下来的几天，我假装在认真考虑他的提议，直到那个星期六。那天下午，建豪和建伟，我那2个儿子竟然一起回来了，这可真是稀奇。自从他们各自成家后，兄弟俩很少会约，
好，同一时间出现，除非是过年过节。我像往常一样进厨房切水果、泡茶。他们坐在客厅，表情都有点不自在。妈，先开口的是建豪，他是我大儿子，个性比较拘谨。他清了清喉咙，我们想跟你谈谈。我把水果盘放到桌上，谈什么？这么严肃？妈，接话的是建伟，我的小儿子。他向来嘴甜，也最会撒娇。我们是在担心你的情况。我的心沉了一下。我能有什么情况？建豪急着说，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我们很不放心啊。就像淑芬说的，你年纪也大了。建伟立刻接了过去，对呀，妈，我们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些更舒适的选项。更舒适的选项，字几个字听起来真刺耳。我们去打听过了。建伟的声音压低了些，现在有很多那种高级安养中心。建豪补充道，对，里面什么都有，有专人打理3餐，有很多同龄的朋友可以聊天、上课，最重要的是有24小时的医疗照顾。24小时的医疗照顾，安养中心，这几个字跟我那天在门外听到的一模一样。淑芬的声音，建豪的声音，建伟的声音，此刻在我的脑子里全都重叠在一起。这就是我含辛茹苦一手拉拔长大的2个儿子，这就是他们联手为我准备的舒适选项。我忍住心里的翻腾，故作不解地问，可我住得好好的，身体也还硬朗，为什么要去那里？2个儿子对视了一眼，建豪支支吾吾地说，妈，是这样的，淑芬家里，他爸妈跟亲戚那边最近经济上有点困难。建伟接着把话挑明了，所以如果你愿意搬去更舒适的地方，这栋房子，他顿了顿，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这栋房子，我们想说可以利用一下，接他们全家过来住，也算是帮淑芬做个人情。利用一下，他们说的多么云淡风轻，他们不是在跟我商量，他们是在通知我。我低着头，看着杯子里浮浮沉沉的茶叶，我必须保持冷静，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发作。我抬起头，看着他们，缓缓地说，这事情太大了，你们让我想一想。建豪和建伟显然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我动摇了，以为我这个老母亲终究还是会为了儿子的难处而妥协。他们不知道，我心里那把被浇熄的火已经重新燃烧起来。他们要演戏，我就陪他们演，但我这30年血汗换来的家，一砖一瓦都不是让他们拿去做人情的。建豪和建伟离开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久久没有动弹。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更舒适的选项，安养中心，利用一下，像蜜蜂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他们怎么敢对我说出这些话？我的视线扫过这间屋子，墙上那道浅浅的裂痕，是建豪小时候学骑脚踏车撞出来的。厨房琉璃台的高度，是我当年特地配合我身高定制的。他们忘了，这栋房子不是用钱买来的，是我用命换来的。我的思绪飘回了30多年前。那年，我先生陈先生一声不响地走了，留下我一个5岁的建豪和一个还抱在怀里的建伟。我站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口袋里只剩下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我没有时间哭，因为我一哭，我2个孩子就没饭吃了。为了养活他们，我一个人做了3份工。白天，我跟着大家在成衣厂里踩缝纫机，一踩就是10个小时，下工时腰都直不起来。晚上，我把孩子哄睡后，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接那些家庭代工的活，缝珠花、剪线头，常常做到凌晨，眼睛都花了。到了周末，天还没亮，
我就得推着那台破旧的摊车去早市卖我自己半夜包的包子和磨的豆浆。冬天寒流来，我的手冻得像冰块，连收钱都不灵活。我就这样1块钱、5块钱地攒。我不敢买新衣服，2个孩子捡亲戚的旧衣穿。我不敢吃外食，1条白吐司可以当我们母子3天的早餐。我所有的钱都放进床底下那个破铁盒里。我告诉孩子们，等这个盒子装满了，妈妈就给你们一个真正的家。整整7年，我那个铁盒才终于有了点分量。我相中了当时还很荒凉的市郊，一块小小的土地。地主看我一个女人带住2个孩子不容易，开价25万新台币，那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地主大概是可怜我，破例让我分2年付清，但条件是只要迟付1次，前面缴的就全没了。我咬着牙签了约。那2年是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我疯狂地加班，只要有钱赚的活，我全接。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累到随时都可能倒下。但我一想到建豪和建伟期待的眼神，我就又爬了起来。土地的钱付清了，盖房子的钱才更头痛。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只够请一个老师傅来帮我打地基、砌主墙，剩下的我全靠自己。我一个女人跑去图书馆借书，上网看影片，学住怎么配水泥，怎么接水管，怎么拉电线。我亲手粉刷了每一面墙壁，浴室的每一块瓷砖都是我半夜跪在地上一块一块贴上去的。建豪和建伟放学后也会帮忙搬砖头、清垃圾。这栋房子是我们母子3人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出来的梦想。我还记得搬进来的第1天，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我们母子3人就躺在客厅的地板上，笑得比谁都开心。建豪兴奋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大喊：“我有自己的房间了！”建伟抱着我，小声地说：“妈妈，我们终于有院子可以种花了。”我以为这份一起打拼出来的感情，比水泥还要坚固。我教他们在厨房里做功课，教他们烤凤梨酥。我以为他们会永远记得这屋子里的饭菜香。建豪18岁那年，我花了2年时间，悄悄存了3万块新台币，当做他的毕业礼物。他抱着我哭，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建伟18岁时，我也给了他一样的数目。我对他们从来不偏心。建豪取淑芬、办喜宴的钱，也是我拿老本出来贴的。我以为我给了他们所有，但显然我给的所有都比不上他们口中那句经济困难和更舒适的选项。我的手抚摸着沙发上被磨损的扶手，我的心比当年冬天的早市还要冰冷。这栋房子是我的根，是我的命。他们想要利用，那就得先问问我陈秀英答不答应。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窗外的月光洒进来，把家具的影子拉得很长。建豪和建伟已经走了，但他们说的那些话还盘旋在空气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刺痛我。安养中心，更舒适的选项，帮淑芬做个人情。我闭上眼睛，我以为我会心碎痛哭，但奇怪的是我没有。心痛是有的，那种痛像是有人拿着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我的肉，但痛到了极点，反而让我整个人清醒了过来。我陈秀英苦了大半辈子，我以为我辛苦盖起来的是一个可以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家。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嫌我这个家太碍事，想连同我这个老母亲一起扫地出门。黄淑芬，她才是这一切的主谋，而我那2个傻儿子，一个被枕边风吹昏了头，一个大概也觉得我这个老母亲终究是个累赘了。不行，我摸住冰凉的茶杯，
暗暗下定决心。我陈秀英可以穷，可以苦，但绝不能这么窝囊地任人把我亲手建立的一切夺走。第二天一早，我没去我的小修改室，我拨了一通电话。我打给了李月琴。月琴是我的老同事，我们在同一间成衣厂待了20几年，她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拉拔孩子长大。我们是什么苦都一起尝过，什么秘密都能聊的姊妹。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能全然信得过的人。电话嘟了2声就接通了。喂，秀英啊，这么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今天没开店？月琴爽朗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月琴，你现在方便吗？我想跟你见个面。很急。月琴立刻听出了不对劲。你声音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出什么事了？我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当面跟你说，老地方见，好吗？我们约在附近那间我们常去的，点一杯咖啡就可以做一个下午的老咖啡厅。我到的时候，月琴已经在那里了。她看着我走进来，脸色瞬间凝重起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像白纸一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坐下来，服务生问我要点什么，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月琴伸手过来，握住了我冰凉的手。秀英，你看着我，发生什么事了？天塌下来，有我陪你扛。我再也忍不住了，这几天强压在心里的委屈、愤怒和心寒，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开来。我把事情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全说了，从我那天回家拿药，偷听到黄淑芬的那通电话，到建豪和建伟那天下午，兄弟俩一起回来对我说的那些孝顺话。我哽咽地说，他们要我交出房子，好让黄淑芬她娘家一大家子全都搬进来。如果我不肯，他们就要送我去安养中心。我以为月琴会跟着我一起哭，没想到她听完，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杯子都震了一下。岂有此理，这群不孝子！她气得发抖，声音却压得很低。我早就跟你说过，你那个媳妇黄淑芬不是个省油的灯，你还记得吗？她刚嫁进来那会儿，你带她来厂里吃饭，她那双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你，那不叫尊敬，那叫估价，在估你这个婆婆还有多少利用价值。我那时以为是你对她有偏见。我虚弱地说，偏见？月琴冷笑一声，我吃的盐比她吃的米还多。秀英，你就是心太软，总把人想得太好。她握紧我的手，神情严肃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有多危险？我愣住了。月琴压低声音凑了过来，你还记不记得住我隔壁栋的那个张伯伯，以前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打太极拳的那个？记得啊，他不是搬去跟儿子住了吗？听说很享福。享福？月琴的声音冷得像冰，那是他们家放出去的风声。事实是，他儿子跟媳妇也是用这套话术，说老人家一个人住太孤单，要接去一起照顾。张伯伯高高兴兴地把老房子卖了，把钱全部交给儿子。结果呢？我的心沉了下去。结果，月琴说，儿子媳妇拿了钱，先是说要买新房子，大家一起住。房子买了，名字是登记儿子的，住。料不到3个月，媳妇就开始嫌张伯伯生活习惯不好，碍手碍脚。最后，他们把他送进了郊区一间很便宜、很差的安养中心。张伯伯想拿回自己的钱，才发现钱早就被花光了。他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1个月才准他儿子去看他一次。我听得手脚发凉。月琴，可是他们是我的亲生儿子啊，建豪、建伟是我一手带大的，他们怎么会？月琴叹了一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秀英，你要清醒一点，母亲的爱不代表儿子的孝顺，人是会变的，尤其是在钱和利益面前。”我彻底慌了，那我该怎么办？月琴，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我斗不过他们。谁说你斗不过？月琴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跟他们哭闹，那最没用，只会打草惊蛇。你听我说，第一，他伸出一根手指，保护好你的东西，你的存折、印章，还有最重要的权状，全部收好，锁起来。明天，不，今天下午，你就去银行，把你所有的账户都设下密码，规定一定要你本人亲自到场，带住双证件才能办理任何业务。第二，他伸出第二根手指，去找律师，花点钱去咨询，看看在法律上你要怎么100%保护你这栋房子，确保没有你的签名，谁都动不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月琴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在你没有准备好之前，你要演。对，他们不是要你考虑吗？你就假装你在认真考虑，你要让他们以为你这个老母亲耳根子软，有点动摇了，这样才能拖延时间，让你去办你该办的事。月琴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对，我不能慌，我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丈夫跑了，我没倒，带住2个孩子快饿死了，我也没倒，现在这点阵仗我怎么能倒下？我深吸一口气，擦乾了眼角的泪水。月琴，我开口，声音虽然还有些沙哑，但已经不再颤抖。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和月琴谈完，我心里那块最重的石头好像暂时被搬开了。我没有哭哭啼啼地回家，相反，我走进菜市场，还买了一条鱼。我要让自己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两样。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不再是那个只想助儿孙、任人宰割的母亲陈秀英了。我是在为我这30年的血汗打一场保卫战。当天晚上，我等建豪和建伟都，如果他们有回来的话，睡足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回来。我走进我那个小小的房间，打开了那个藏在衣柜深处的老旧保险箱，咔啦一声，箱子打开了，里面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只有我这辈子的全部，几本泛黄的存折，我的印章，还有那张最重要的房子的权状。我把存折一本一本拿出来，戴上老花眼镜，仔细核对上面的数字。这几年，我那间小小的修改室生意还算稳定，加上我年轻时叛命存下的钱，零零总总加起来，我的存款大约有250万新台币。我一个老人家，这笔钱足够我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我再拿起那张权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陈秀英。我查过这几年的房价，这栋我亲手盖起来的透天厝，现在市价少说也值个800万新台币。我把这些东西摊在床上，忽然笑了。我笑我自己傻，我拥有这么多，我根本不需要靠任何人。我那间小修改室一个月还能带给我5万块的收入。我不是他们的负担，是黄淑芬和我的儿子们在觊觎我的资产。我把权状和存折收好，放回保险箱，锁上。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我没有去我的修改室，而是去了我往来20几年的那间银行。我直接走到柜台，说我要找你们的林经理。林经理很快就出来了，他见到我很客气，陈阿姨，今天怎么有空亲自来？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我点点头，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林经理，我年纪大了，最近听了太多关于老人财产被骗的新闻，
心里有点不安。我想来确认一下我的账户安全。我没有提我的家务事，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而且把事情说得越简单，他们办得越快。林经理一听，立刻严肃起来：“陈阿姨，您有这种警觉心，非常好。我们银行最重视客户的资产安全。”我说：“我想设定一下，以后我所有的户头，无论是提款、转账，还是办理任何业务，只要金额超过5万块新台币，都必须我本人带住双证件，亲自到场办理才算数。电话确认，或是其他人拿着我的印章存折来，一律不准办。”林经理点点头，没问题。我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关于我户头里有多少钱，办了什么业务，这些资讯绝对不可以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就算是我的家人，我的亲生儿子来问也不行。”林经理立刻在文件上加注：“陈阿姨您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那天我在银行待了1个多小时，把所有能设的密码、能加的防护全都办妥了。走出银行，我觉得脚步踏实了许多。接着，我去了月琴介绍的那间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是王律师。王律师看起来很斯文，但眼神很锐利。这一次我没有隐瞒，我把黄淑芬和儿子们如何一步步施压，如何提到安养中心，如何暗示我情况不好，全都告诉了他。王律师静静地听住，偶尔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等我说完，他才抬起头，很严肃地说：“陈太太，您描述的这种情况很典型，这在法律上可能构成老人财产侵害的意图。您来找我是正确的。”他接着说：“法律上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保护您。”我打断了他：“王律师，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那个问题。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这栋房子权状是我的名字。我如果现在想把它卖掉，可以不经过我儿子的同意吗？”王律师看着我，忽然微微一笑：“陈太太，他说，您是这栋房子的唯一合法持有人，您神志清楚，行动自由。您想把房子卖给谁？什么时候卖？卖多少钱？”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完全由您一个人决定，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他又补充道：“事实上，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完全保密地进行这一切。等到交易完成，钱进了您的户头，一切都尘埃落定，不可逆转时，他们才会知道。”我走出律师事务所，外面的阳光有点刺眼，但我却觉得那是我这几天来见过最明亮的天空。黄淑芬叫我老太婆，他们以为我老了，没用了，好欺负了。他们错了，这场游戏他们以为是他们在主导，但从现在起，规则由我陈秀英来定。我让自己冷静了几天，家里我照常打扫，修改室我照常开门。我甚至还抽空做了建豪和建伟小时候最爱吃的卤肉。我打电话给建豪，口气平静，带住一点恰到好处的疲惫：“建豪啊，你们上次说的那个安养中心的事，妈有在想。”电话那头的建豪明显松了一口气：“妈，你想通了，太好了，你放心，我跟淑芬一定会。”我打断他：“我只是在想，这毕竟是大事。不过，我顿了一下，抛出了我的诱饵。不过，我有些地方不太懂。淑芬毕竟是女人，心思比较细腻，我想找她聊聊，听听她的看法。”建豪的声音听起来更高兴了：“当然，当然，妈，你直接找淑芬，她懂得多，她一定能给你最好的建议。”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心里冷得像冰。隔天早上，我主动打了电话给黄淑芬：“淑芬啊，
是妈，你今天下午有空吗？妈想请你喝杯咖啡。她显然很惊讶，声音里带住丝掩饰不住的窃喜。妈，您要请我喝咖啡？当然有空啊。您在哪？我去接您。不用了。我平静地说，就我们上次跟月琴阿姨去的那间咖啡厅吧。妈想私下跟你聊聊。你也知道，这种事情跟男人说，他们总是不懂。我特意提到了私下，提到了女人家的事。黄淑芬立刻上钩了，她以为我这个婆婆终于要向她这个女主人低头了。下午，我准时到了咖啡厅。淑芬穿着一件新洋装，看起来容光焕发，庞府已经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妈，您怎么自己先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她笑着在我对面坐下，我替她点了她最爱的拿铁，替自己点了一杯黑咖啡。妈，她迫不及待地开口，建豪都跟我说了，他说您在考虑了。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开始了我的表演。淑芬啊，我抬起头看着她，眼神放得很空。我这几天想了很多。我67了，这动透天错，上上下下，每天光是擦楼梯就够我受的了。你们说的也许没错，我一个人管这栋房子确实是累了。我看到淑芬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立刻握住我的手，那只戴着漂亮戒指的手。妈，我很高兴您能这么想。我跟建豪真的都只是为了您好，我们不忍心看您这么操劳。我顺着他的话，露出担忧的表情。可是，如果我真的搬去安养中心了，那这栋房子呢？就这样空着吗？会坏的啊。淑芬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她以为我终于问到了重点。哎呀，妈，您担心的就是这个啊。她笑得花枝乱颤，这个我们早就替您想好了。您听我说，她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其实，我跟建豪正打算把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公寓卖掉。真的？我故作惊讶。当然是真的。他兴奋地说，您这栋房子地点又好，空间又大，采光又棒，我们早就想搬过来了。您搬去中心享福，这房子就由我们来接手，帮您管住，绝对不会让它空住，长灰尘。我点点头，原来是这样，那就你们一家3口搬过来。淑芬的表情在那一刻变得有些微妙。妈，是这样啦。她撒娇似的说，您也知道，我爸妈他们年纪也大了，住的地方也不太方便。我心里一沉，来了。所以我想说，她紧盯着我的眼睛，试探地说，既然这栋房子这么大，空住也是空住，不如我爸妈他们也一起搬过来，还有我弟弟他们也可以过来帮忙打扫、整理院子。大家住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彼此也好。有个照应，您说是不是？他说的跟我那天在门外听到的一字不差。我端起咖啡杯，掩饰住我想作呕的冲动。你弟弟他们也要来？对啊。淑芬完全没察觉我的异样，她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蓝图里。妈，您放心，他们都是自己人。而且她兴奋地开始比划，我已经都想好了。浩然，他的儿子最喜欢玩了。您现在住的那个房间，采光最好，刚好可以改成游戏室。还有建伟，我小儿子以前那个房间也空住，刚好可以给建豪当做办公室，他工作也方便。我拿着杯子的手在微微发抖。他们不只是要我的房子，他们已经把我亲手为孩子们隔出来的空间当作战利品一样，全部分配完毕了。而我这个老太，在他的计划里，显然连一个放杂物的角落都不配拥有。自从那天在咖啡厅聊开了之后，黄淑芬的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变。
他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嘘寒问暖，比对他亲生母亲还亲。我知道他在等我松口。又过了几天，建豪打电话来，声音带住刻意的兴奋：“妈，这个周末我们带你去参观，自己个地方，淑芬都帮你找好了，保证你看了就喜欢。”参观，他们连用词都帮我想好了。星期六一早，他们一家3口就来了，开住车带住我的孙子陈浩然，一家和乐融融，像是要去远足一样。建豪和淑芬一左一右地扶着我，好像我已经是个走不动路的废人。中午，我们随便吃了点便当，淑芬一路上都在跟我洗脑：“妈，您放心，我们挑的绝对都是最好的，您就当去住旅馆，享清福。”他们带我去的第一间确实很漂亮，那是一间座落在市郊，有着漂亮花园的高级安养中心。里面的交易厅比我家客厅还大，护理人员都穿着整齐的制服，笑容可掬。“妈，您看。”淑芬拉着我的手，像在逛百货公司，这里多好，有插花课，有书法课，3餐都有营养，诗调配。一位穿着体面西装的主任走过来，开始介绍：“我们这里是顶级的单人房，全天候照护，1个月85000元新台币 TB。85000，我心里迅速算了一下，我那250万的存款拿来付这个，能付多久？2年，顶多2年半。建豪和淑芬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神。“妈，我们先不急住决定。”淑芬故作体贴地说：“我们再多看几家，比较看看。第2间在一个很偏僻的巷子里，光是走进大厅，我就闻到一股混杂着药水和霉味的奇怪气味。这里没有花园，只有一个小小的中庭，几个老人面无表情地坐在轮椅上发呆。护理人员看起来都一脸疲惫，应付着此起彼落的呼唤声。这里的房间更小，2人一间，光线昏暗。建豪的表情有点尴尬，他拉了拉淑芬的袖子，但黄淑芬却像没事人一样，还在点头：“这里虽然旧了点，不过……”他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精打细算的微笑：“妈，我觉得这里可能比较实际一点，毕竟要住得长久嘛。”住得长久，这5个字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子，我瞬间全明白了。我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带我看那间85000的。他们是想让我动用我那250万的存款，他们会哄着我先去住那间高级的，等我那250万被榨钱烧光了，大概2年多，他们就会双手一摊，说他们也没办法啦。然后他们就会把我像丢一件旧家具一样丢进这间比较实际、充满药水味的昏暗房间里。好深的心机，好毒的算计。他们不只是要我的房子，他们连我最后的养老金都要算计得一干二净。我一路上没有再说话，我假装自己累了，闭上了眼睛。淑芬和建豪以为我被第2间的环境吓到了，正在认真考虑那间85000的。他们错了。那天晚上，我等着他们都离开了。我走进房间，关上门，我拿出了王律师的名片。我拨通了电话。王律师，我的声音冷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讶异。是我，陈秀英。王律师，我决定了，您上次跟我提到的那个张先生的方案，那个愿意付现770万新台币，5天内完成交易的方案。我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那栋我亲手盖起来的房子的倒影。我卖，请您立刻帮我处理。王律师的效率很高，因为对方张先生是付现金，也不啰嗦，我们很快就约在事务所把合约签了。短短几天，770万新台币就这样汇进了我那个设定了最高防护的银行户头里。同一时间，我也没闲住，
我去看了月琴帮我介绍的那间公寓，不大，1房1厅，但有电梯，有管理员，采光也好，我非常满意，当场就付了定金，租金1个月25000块，我完全负担得起。我签了租约，这一切都在建豪和黄淑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他们看我参观完安养中心后，这几天竟然都没动静，似乎也没打算要他们付钱，这下可急了。电话是建豪打来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妈，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这样拖住也不是办法啊。淑芬为了你的事，头发都快白了，她也是一片孝心。孝心？我心里冷笑，是觊觎我房子的野心吧？我照着我的剧本，发出疲惫的声音。哎，我不知道。我脑子很乱，那间8万5的太贵，另一间又太破。电话那头，淑芬显然抢过了电话，声音又甜又急。妈，别乱了，我跟建豪都帮您想好了，我们又找到一间，这间绝对是完美的，保证您满意。我虚弱地说，是吗？那好吧，你们有空再带我，不用再带去看了。淑芬立刻打断我们资料都拿回来了，我们现在就过去跟您说明，您在家等我们。嘟的一声，电话挂了。我放下话筒，走到厨房，慢悠悠地开始泡茶。我知道他们要来摊牌了。下午5点，门铃准时响起。我打开门，建豪和黄淑芬站在门口，脸上带住一种志在必得的亢奋。黄淑芬手上抱着一个厚厚的深蓝色的资料夹，那架势庞佛是来签什么几千万大合约的专业人士。他们一进门，淑芬就把那本资料夹啪一声重重地放在客厅的桌上。妈，她兴奋地打开资料夹，抽出一张印刷精美的彩色传单。您看，这间叫安康，简直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她指着上面的照片，您看这个花园，这个餐厅，这个游泳池，比我们上次看的那间8万5的还高级。我还没开口，他就抢住说，而且我已经帮您谈好价钱了。他得意地竖起一根手指，他们本来1个月要8万，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很有诚意的，如果一次付清1年的费用，他们愿意算我们优惠价，1个月只要7万块。他立刻转头看着建豪，老公，你说是不是省很多？建豪连忙点头附和，对呀，妈，1个月省1万，1年就省了12万，耶，这多划算啊！我低头看着那张传单，一次付清1年，7万乘以12，总共是84万。他们算得真准，我那250万的存款正好够他们这样烧个2年多。他们想要的始终是我这笔棺材本。我假装由恩郁地按着太阳穴，可是一次要付这么多钱，妈，钱的事情您就别担心了。黄淑芬打断我，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她从资料夹里拿出了另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不是传单，而是钉得整整齐齐的，看起来像合约的白纸。妈，建豪的声音也跟着严肃起来。他清了清喉咙，我们都帮你想好了，你去住安养中心，这栋房子总不能空着。淑芬立刻接话，对呀，妈，房子空住要缴税，要维修，很麻烦的。您一个人在安养中心哪里还有心力管这些？建豪深吸一口气，看着我，终于说出了那句我等了整整1个星期的话。所以，妈，为了方便我们帮你处理这一切，他用手指了指那份文件。我们找律师朋友问过了，最实际、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你先把这栋房子的权状暂时过户到我们名下。黄淑芬在旁边笑得像朵花，对呀，妈，这样你就什么都不用烦心了，以后所有杂事我们来处理就好。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看着我那志得意满的媳妇和我那一脸我都是为你好的儿子。他们坐在这里，坐在这栋我亲手盖起来的房子里，算计着我的存款，盘算着我的房契。他们不知道，他们眼前这个老太婆已经把他们算计的东西全都处理掉了。他们还在等我点头。他们不知道，这场戏已经演到了最后一幕。客厅里的空气在我那2个儿子提出暂时过户的瞬间凝结成了冰。黄淑芬脸上带注势在必得的微笑，那本拟好的文件就摊在桌上，庞福已经笃定我会签字。建豪则紧张地搓着手，眼神飘移，不敢直视我。妈，淑芬的声音又甜又腻，催促着我，这只是个手续吗？您就签个名，以后所有的事情我们就在这时，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那铃声在此刻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无比响亮。淑芬的笑容僵了一下，显然不满被打断。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荧幕，哎呀，我故作抱歉地说，是王律师打来的。我按下了接听键，然后我做了一个他们谁也没想到的动作，我按下了扩音键。喂，王律师吗？王律师清晰沉稳的声音立刻从话筒里传了出来。陈太太，午安，打来跟您确认一下进度。建豪和淑芬对看了一眼，脸上都露出了困惑。是，王律师，您请说。我平静地说。是这样的，王律师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您委托出售的那栋透天厝，今天上午所有的买卖合约和过户手续都已经全部完成了。我看到黄淑芬的眼睛猛然睁大。王律师继续说，对方的张先生尾款770万新台币也已经在1个小时前汇入您指定的那个银行户头了，钱已经进去了。啪！淑芬手上的茶杯没拿稳，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但王律师的声音还没停。陈太太，最后提醒您一下，依照合约，您明天早上10点钟记得准时把钥匙点交给张先生。恭喜您，一切都顺利完成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客厅里也陷入了一片死寂。我拿起手机，平静地按下了挂断键。妈，建豪的声音在发抖，他的脸色惨白如纸。妈，刚才律师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770万？黄淑芬猛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她顾不上满地的碎玻璃，扑到我面前，声音尖锐的刺耳。不可能，你在骗人！你怎么可能把房子卖了？她歇斯底里地大喊。你不是在考虑吗？你不是答应我们要去安养中心了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了。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这么冰冷的声音对他说话。黄淑芬，我跟你说好了什么？我站了起来，这几天积压在心里的委屈、愤怒和心寒在此刻全部爆发了。是说好了，你在电话里跟你妈说，那个老太婆必须把房子交出来吗？淑芬的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是说好了，你们计划如果我不配合，就把我送去安养中心算了吗？建豪全身发软，跌坐在沙发上。妈，你是说好了？我转向他，我那曾经引以为傲的大儿子，你们连我这栋房子的房间都分好了，我的房间要改成你儿子的游戏室，我小儿子的房间要改成你先生的办公室。是说好了。我一步步逼近他们，你们带我去看那一间月租8万5的，就是为了掏空我那250万的存款。等我钱烧光了，你们就要把我丢进那间发霉便宜的破地方。你们当我瞎了，还是聋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最后一句，我全都听到了。
黄淑芬彻底崩溃了，她指着我大骂：“你这个老太婆，你怎么可以？就算这样，你是建豪的妈，这房子本来就该留给儿子的，你凭什么卖掉？凭什么？”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就凭这栋房子，是我陈秀英30年来在成衣厂踩缝纫机，在早市卖包子，1块钱1块钱换来的，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他的。这栋房子是我的，我高兴卖给谁就卖给谁。现在我指着大门，你们2个都给我滚出去，滚出我这间已经卖掉的房子。”第2天早上10点整，门铃响了，是张先生，那个买了我房子的新屋主。他看起来很斯文有礼。陈太太，谢谢你，这真是个好房子，我会好好爱惜它的。我把那串我用了30年的钥匙交到了他手上。再会了，我说。我没有带走太多东西，只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我走出大门，最后一次回头看这栋房子一眼，一辆蓝色的小货车准时停在了门口。我的老朋友李月琴从驾驶座上跳下来，帮我拉开了车门。秀英，他问我，都好了吗？我点点头，坐上了副驾驶座。车子发动了，月琴问我，感觉怎么样？我透过后照镜，看着那栋越来越小的房子，然后转过头看向前方的阳光。我笑了，自由了，完完全全自由了。李月琴那台蓝色的小货车咔啦咔啦地响住，载住我驶离了那栋我亲手盖起也亲手告别的房子。车子转弯的瞬间，我从后照镜里看了他最后一眼，那扇我擦了30年的窗户在阳光下刺眼的让我流下了眼泪。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悲伤。秀英，月琴腾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膝盖，恭喜你，自由了。我点点头，看着前方的路，是啊，自由了。我的新家是月琴帮我找的，一间有电梯、有管理员的公寓大楼。我的单位在1房1厅，大约15平，虽然不大，但阳光充足，有个小小的阳台。月琴帮我把那几箱最重要的东西搬上楼，我的缝 PAT 机，我的工具箱，还有一箱装满我2个儿子小时候照片的相簿。那天晚上，月琴陪我吃过了简单的晚餐，她走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这里没有我熟悉的霉味，没有建豪拖在玄关的臭鞋，没有黄淑芬看电视的吵闹声，这里只有安静，一种我这辈子从未真正拥有过的、全然的、属于我自己的安静。我走到阳台，楼下传来公园里孩子们的嬉闹声。我租的这间公寓1个月25000块新台币，对以前的我来说是个负担，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轻松自在。我打开银行 App， 看着那个数字，那笔卖房子的770万，加上我原有的250万存款，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这笔钱不是拿来让我挥霍的，这笔钱是我下半辈子的底气，是我陈秀英在68岁这年终于为自己筑起的一道谁也无法侵犯的安全的墙。我把我的宝贝缝 PAT 机安置在窗边阳光最好的位置。隔天我就去户政事务所办了地址变更，然后我用剩下的时间把我的小修改室重新开张了，就在公寓楼下附近的一个小店面。我那些老客人简直比我还高兴，他们一个个都找了过来。哎呀，秀英姐，你可算开了，我这件裤子拉链坏了，放着等你等了半个月。陈姐，你气色怎么变这么好？搬了新家，整个人都亮起来了。我笑着替他们量尺寸，换拉链。我这才发现，当我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缝补时，这份工作才真正变成了乐趣。
我的生活从未如此规律而平静。我早上开店，下午3点准时关门。然后我会去社区活动中心的读书会。我这辈子都在为别人缝补衣服，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为自己读几本书。在读书会上，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有跟我一样独居的姐妹，也有退休的老教授。我们不聊八卦，不聊是非，我们聊书，聊健康，聊人生。有一次，一个看起来比我年轻的妹妹读住书，突然就哭了。她说她媳妇也是这样，天天逼她把退休金拿出来帮儿子缴房贷。我递了张卫生纸给她，我看着她，就像看到了几个月前的自己。我这才明白，我不是孤单的，这世上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母亲。我们这一代人被教育要牺牲，要奉献，要以和为贵。我们把孩子当成天，却忘了我们自己也该是一片天。我原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平静地，像一湖秋水般安稳地过下去。直到1个月后，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那时我正在阳台上给我的那几盆茉莉花浇水。喂，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长久的沉默，然后是一种我极为熟悉却又极为压抑的哭声。妈！我的心猛然揪紧了。是建伟，我的小儿子。妈！他一开口就泣不成声。我对不起你，妈。我不是人，我真的错了。我握着电话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我没有立刻说话。我不知道这是他真心的忏悔，还是黄淑芬又想出来的什么新的苦肉计。妈，你在听吗？你骂我啊？你打我啊？他哭得像个孩子。妈，我是真的被大嫂、淑芬跟大哥、建豪洗脑了。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太危险，说你哪天摔倒了都没人知道。他们说那间安养中心有多好，是去享福的，我才答应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哽咽着，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连你的存款都算计进去了。我以为那是这位，你好啊，为我好。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却冷得连我自己都害怕。建伟，我说，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你以为你从来没有亲自来问过我一句，妈，你要什么？你只会听你大嫂的，听你大哥的。你以为人多就是对的，你以为你是孝顺，你根本是懦弱。电话那头的哭声更大了。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现在住哪里？你让我去看看你。我给你磕头。磕头就不用了。我打断他。建伟，原谅，不是用嘴巴说的，是看你以后怎么做人。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地址，我只是说我需要时间，你也需要时间去想清楚，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挂了电话，我发现我的眼泪也流了满面。这个结太深了。日子又过了半年，建伟没有再打来。我听月琴说，他好像在市场看过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在一个工地当搬运工，似乎是跟家里断了联系。而黄淑芬和建豪则像是从我生命中蒸发了一样。直到那天下午，我的修改室快打样了，电话响了，是一个我很熟悉却又很久没听到的号码，是建豪。我接了起来，喂，妈。他的声音不再是那天的意气风发，也不是小时候的撒娇，那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彻底的疲惫。这是我媳妇的声音，而最让我心寒的是，我那2个亲生儿子竟然都同意了。我叫陈秀英，今年67岁。那天下午，天气异常闷热，我在成衣厂的缝纫机前踩了半天，突然觉得一阵心悸，头晕目眩。我这才猛然想起，早上出门太急，忘了带那包降血压的药。
我跟王领班告了个假，说身体有些不舒服，得中途回家一趟。领班体谅我这把年纪还在盼，挥挥手就让我走了。我骑着那台陪我20年的旧摩托车，一路顶着热风往家里赶。到了家门口，我才刚把钥匙插进锁孔，还没转动，就听到客厅里传来了声音。我愣住了，这个时间谁会在家？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那是我大媳妇黄淑芬的声音。她平常总是温温柔柔、客客气气的，但此刻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我从未听过的尖锐和不耐烦。她像是在跟谁讲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断断续续的字句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妈，你就放心啦，都准备好了。你家……哎呀，我跟你说，那个老太婆……她顿了一下，我清楚地听到她冷冷地吐出了我的名字，陈秀英。她这次必须把房子交出来，她没得选。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老太婆，她平常总是妈妈妈妈叫得那么甜，甜得像抹了蜜。我抓着门把的手开始哭，我只是觉得很累。这场风暴好像终于要过去了。现在我68岁了，我还是住在我的小公寓里。我下午的习惯从去社区中心改成了去楼下的公园。我会带上一本书，还有一壶泡好的热茶。我常常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小身影，是我的孙子陈浩然。他现在由一个年轻的保姆带住，他长高了，也更活泼了。我从来没有主动上前去叫他，我怕黄淑芬会知道，我不想再有任何牵扯。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他玩，看着他笑，直到有一次，他踢的皮球扣，一路滚到了我的脚边。他喘着气跑过来，停在我面前。他抬起头看着我，他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微笑着捡起球递给他，他没有立刻接过去，只是歪着头看了我很久，然后他小声地开口了：“阿妈。”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再也忍不住刷地掉了下来。我点点头，声音沙哑：“浩然，长这么高了。”保姆这时才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不好意思，弟弟，我们该走了。”浩然没有动，他看着我：“阿妈，你不住在大房子里了吗？”我擦了擦眼泪，笑着说：“对呀，阿妈搬家了，搬到一个……”我环顾四周，看着阳光，看着孩子，看着我眼前的孙子，一个刚刚好的地方。保姆拉着他的手，急着要走。浩然被拉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用力地朝我挥了挥手。我坐在长椅上，也用力地朝他挥了挥手。我看着他小小的背影消失在公园的尽头。